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5月7日的暗新闻。我是郭伯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非常烧热，伫咧台南的北寮出现超过40度的高温。不过黄森雨总算要来啊！估计这个礼拜到拜一就会到位。苗栗一间化工厂昨半暝制作硫酸的时阵，发生化学气体外泄，有6个员工受着了后无爽快送到病院。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加冕典礼目前在咧英国伦敦的西敏思教堂进行，稍等下也带观众朋友来看现场的状况。今仔日是立夏，天气非常烧热，伫咧台南的北寮下晡1点40分左右出现40.1度的高温。因若头一个黄森雨的风面是等咧接近台湾，估计礼拜到拜一日透早就会通过台湾。但是这阵雨针对南部欠水的问题帮助也是有限。抬头看，那天内底有一寡云，路边的行道树随风摇。这是拜六予日头照的台东台雾，也毋过，若是1点仔拢袂凉爽，风也拿吹拿热。火烧风一阵一阵，予台雾伫中昼12.48分，气温强要我40度，来到39.7度。点仔公路一直呛烧气，经过车辆是热搁较热，在地民众也一直发动袂掉。你骑摩托车的时候都会感受到那个热气，那个热风，很不舒服啊。台南北寮搁较热，下到1点40分，冲到40.1度，气象局日时针对台南发布高温红色警告，有连续3天出现38度机会。天后宫绕境活动伫全台上热的日头下举行，信度寒一直流，也无减少热情。希望他们就是多喝水，那让活动能够圆满顺利成功。随着今年第一道梅雨锋面划近，全台礼拜日后半日起有希望降温。那梅雨锋面敢会当为全台解渴？气象局表示，锋面礼拜日到拜一透早通过台湾，也不过对所该南部欠水帮助有限。跟传统大家认知的有比较强的西南风、比较自流性的锋面还是有区别。那明天这道锋面它还是比较属于移动性的，雨区在中部以北的都会比较明显一点。那南部的话，其实雨区还是有些雨，但相对量比较少。那对于水库的话，多少有些帮助，不过还是比较有限一点。气温方面，礼拜日后半日东北季风继续增强，全台明显转凉。到后礼拜3进前，北部东北部低温会降到15-16度，中南部是降到16至19度。气象局提醒民众注意温度变化。记者综合报道。美食大卖场卖的冷冻综合鱼、蓝鱼验出A肝病毒。桃园市卫生局表示，有一寡民众有出现发烧等等的症头，不过目前也无通报感染 A 型肝炎的病例。另外，外界有咧质疑，这寡商品是敢若透过书面的审查就开放进口。食药署表示，按照一般的查验方式，确实大部分的商品拢只需要书面审查就通进口。好事多卖的可可兰冷冻鱼骨甲蓝鱼验出 A 型肝炎病毒，分别紧急甲有风险回收。桃市卫生局继续追查，到初四已经累计退货7700多包，超过12吨。也有少数市民回报出现发烧、吐老等症状去看病，也不过还未通报 A 肝病例。卫生局提醒食品业者，若买到问题产品，应该随停用搁通报。应立即主动停止制造、加工、贩卖及办理回收，违反规定者，处新台币3万元至300万元罚锾。好事多所卖的问题产品拢是3月进前进口，外界这期只经过书面审查就放行。食药署表示，今年报验11批蓝鱼，伫美国发布 A 肝警讯进前，也无高风险，以一般查验方式调查率70%，无抽到的只需要书面审查。按照风险高跟低，如果低风险的或是正常的货品，没有什么问题的货品，就会顺利通关。像所有的边境都这样。
消署表示，过去南园的检验项目多数是农药，学者指出，A 肝病毒伫食物上确实较无定看，也不过若特定地区国家输入的特定产品，正是有生物性污染，应该评估监视好这个区特定产品的病毒检验常态化。如果说一直都有这样子的状况层出不穷，特别是在某些国家的这个某些区域所种植的莓果病毒类的这个状况，是不是必须要把它放到一个常态性的检验的范围里面？好事多冷冻南园伫边境检出 A 肝病毒了后，消署阁针对进前进口共产地共效期的冷冻南园进行检验，另外也针对家顶由原咧卖的冷冻南园蔓越卖顶唔够产品检验，两项结果大约伫5月中出来。记者综合报道。表列一间化工厂昨半暝制作硫酸的过程发生化学气体硫化氢外泄的事件，有6个员工因为安尼输掉了后无爽快送到病院去，其中阁有1个人是昏去。表列官这案事是认定工厂违反这案法，除了停工以外，阁会开罚30万。苗栗县头份市一间化工厂，昨午暗时9点外发生硫化氢外泄的事件，造成1个员工昏迷，消防队接报了后进来抢救。目前1人受困，1人受困。那个没有装备的先撤，没有装备的先离开。昏迷员工赶紧往送病院急救，另外5个员工是有先送病院。消防局伫现场测到硫化氢的浓度达到10 ppm， 随通知厂商加工线关起来，并且压水，最后才顺利将这外泄的状况控制。制成中产生毒物硫化氢，造成6名的员工因吸入造成不适的状况。那我们将员工救出之后送往围攻医院。其实硫化氢它就是有恶臭味，然后它是使用在硫酸等制成的那个原料，化工原料，就是会影响呼吸道然后在更高浓度但会可能造成死亡。苗栗县府讲，位伫中华路一间化工厂，在1961年创立，厂房面积是24000平，主要生产硫酸甲化学肥料。加在这摆硫化氢外泄，只是在厂区定调为公安的意外。这班署认定厂方伫化学制定中无评估相关物质的反应甲危害特性，采取必要做法，违反这案法，已经下令停工，并且开罚30万。就是没有去评估所使用化学物质的危害特性，并采取避免物混合等那个措施，那违反我们这个设置规则跟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规定的部分，我们会处以停工跟裁罚30万。有风先送病院的5个人，经过检查，确认无要紧，拢已经出院登记厝的。昏迷伤者也已经知影人转送台中中国附医采取高压氧气治疗，即阵病情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云林警方最近接到民众报案，讲初1下晡，伫云林的二轮有外籍移工咧相拍。警方查到7个移工，发现拢是失联的移工，其中有1个人是越南籍的通缉犯。因平常时靠四界做线工维持生存，做伙细厝过业的生活。现主时拢互人抓起来，移送移民署。警方对后壁门入去了后，是大声话讲内底人卖叮当。最近民众向警方报案讲，初1下晡位伫云林二轮有外籍移工伫相拍，也毋过警方检查了后，竟然发现是一寡失去联络移工。日前接获民众反映情之后，循线在2轮乡某出租套房查获1名越南籍通缉犯及6名失联移工。全数依法逮捕归案，并移送移民署云林县专勤队。有邻居的徛家讲，唔知影这间厝内底住较济失去联络的外籍移工，因为平常时无看到什么外籍移工对大门来出入，也以为这是无人住的空厝。我唔知讨厌，我唔知多少人，我唔知，都唔知还有多少人哦。我未得这嘛，知因为你进出啦。我冇可能唔知啊，我唔知哦，唔知。我爱做隐秘，就是讲小拍你安看见。警方讲，这摆总共抓到7个移工，包含1个越南籍通缉犯，6个失去联络移工，平常时靠4个做线工，也是共斗正做工作赚钱，结果斗阵租厝未斗阵。呼吁民众若是发现可疑的外籍移工，会使进行通报，避免失去联络移工加税伫安上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的加冕典礼目前正在英国伦敦的西敏寺教堂进行。透过卫星的转播，全球有几十亿个人正在收看。即马也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现场的状况。
英国君主的加冕仪式有5个流程，这摆的主角查尔斯3世，伊是英国第40位君主。小等的典礼5个阶段结束了后，查尔斯3世加王后卡米拉会伫咧4千个古林昆的护送之下，坐有260年历史的黄金马车登去白金汉宫。今仔日的加冕典礼，凭70年前伊丽莎白2世女王的加冕典礼规模是缩小，时间也缩短，但是代表的宗教信仰是更加多元。镜头倒来到台湾，台海局势紧张。即阵有风声讲，美国的拜登政府可能比较帮助乌克兰的方式，以总统拨款权的方式，和美国总统通伫紧急状况的时，无经过国会的同意，就会使输出美国库存的物品甲服务。有学者分析，这会使紧急强化台湾的备战能力。中国不愿意放弃武力还台，造成台海局势继续紧张。传出美国拜登政府想要比较援助乌克兰模式，以总统拨款权供应台湾5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行政院长陈建仁讲，对着威权的扩张，维持自卫能力是相当重要。威权的扩张呢，我们一定要备战呢，才能够止战；我们要能战呢，才能够避战。所以，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这一个战力呢，维持我们国家的自卫的能力呢，是相当的重要。总统拨款权授权美国总统会使无经过国会许可，就用对美国库存内底输出物品，也是服务来应对紧急情况。学者分析，美方会用及时搬交库存现有的武器载具、精准的弹药，也是后勤训练，紧急来强化台湾的战备。军方继续强化无人机作战的能力，传出无人机国家队民间开发制作的5款军用上贵的无人机，可能该由军方来付钱，加做国军武器采购使用真少快反向建军的模式。学者讲，无人机伫战场耗损速度紧，需求数量大，难快速生产的补充，对着强化无相对定的战力有帮助。无人机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兴科技，其实是现在武装部队在强化直管通知勤监侦能力有效加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装备，更有效的去运用军民两用科技，让民间的科技实力可以为军方所用。陈建仁讲，相关建军的问题，相信国防部会伫适当时间对外做更加完整说明。不过，中国继续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国防部公布，初5到初6 24小时内底查到7架中共军机、4架中共军舰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是继续强化防空加突发状况的应变。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姓王的查甫人，伫20几年前做兵的时，互人指控讲，伊参朋友去抢人的物件，受到军事审判5年定监。不过，这个姓陈的朋友却伫咧普通法院方认定无罪确定。伊认为军事审判法相关的规定违反宪法，伫咧申请释宪了后，宪法法庭判决是合宪，但是宪法法庭予伊提起通再审的权利。徛伫立委身躯边，这姓王的查甫人，20多年前做兵的时阵，互指控甲朋友斗阵犯下骑车抢夺的案件。不过，2个人的命运却是真无共款。朋友伫普通法院协判无罪定案，具有军人身份的伊，一直遭到军事法庭判有罪，最后上诉高阳高分院，依原被判刑5年定案。姓王的查甫人讲，军事审判法违反平等权，申请宪法来解释。伫宪法法庭初5虽然判决合宪，却是也予伊能够再提起再审。本判决创设的一个独立再审事由，就同一犯罪事实有无，分别受普通法院无罪判决及军事法院有罪判决确定者。若其主要之证据相同，则受军事法院判决有罪的受判决人，可以以此为再审事由，申请再审。尽管军审法在2013年洪仲秋案件了后，军人牵涉刑案回归普通法院来审理，也毋过行伫这进程要相款亲像姓王的查甫人这种案件，宪法法庭申诉再审的事由，像伊这类案件，2名共同的正犯分别伫军事甲普通法院有罪认定无共款，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也拢申请再审来救济。这个个案很值得通案上面来重视，检视其他在这个受过军事审判案件的判决书，我觉得会有更大的比例的冤错案的可能性。捌做过姓王查甫人委任的律师，现任立委柯显智认为，过去军事审判采无公开来审理，而且审检无分立，冤案错案比例袂少。
即摆大法官的判决，要这人给了洗清冤枉机会。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总统大选，国民党总统的人选也未确定。侯友宜加郭台铭今仔日分别到公庙参拜。郭台铭因为所落来的造势活动，上尾一场伫咧邦桥，互人认为是咧针对侯友宜。郭台铭强调，这无特别的意思，侯友宜方面也无正面回应。民进党方面，赖清德今仔日到新竹县参加校管会的成立大会。民进党方面，郭美德是继续点伫咧台南参民众博感情。也那将台南县长苏焕智也正式宣布讲，伊要投入总统大选。副总统也是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初6早起受邀登记母校新北万里国小参加创校110周年校庆大会，下到亲自参与新竹县圣罗台湾之友会成立大会。伊讲国家面临真侪挑战，上大挑战就是来自中国的武力威胁。现在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来自中国武力的威胁。和平是无价的，战争没有赢家。那也将出线。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拜汤圆姑山为天宫，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到土城三关宫参加妈祖绕境活动。因为郭台铭未来市场造势活动最后一场办伫新北邦桥，被改托是假场，两人敢是起评外界关注。郭董有心为中华民国、为台湾多做事。我们都要给予肯定，不要老是见缝插针哦。我这排的行程啊，就是照既定行程的走。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继续行访台南，先到永康区平雅市扫街，再到安平海台天后宫参拜。因为每次这要到伊沿途发散正常的会甲乡亲博感情。另外，去年捌参选台北市长的前台南县长苏焕智初6早起正式宣布投入总统大选。我们在这里宣布。参选总统要改革黑金，要下架贪腐。跟妈祖绕境的时候，伊咧分物件互你，1万8万你讲，你国民党民进党，这个岛上太分裂，有输了。那郭文德有计5月初8正式登记党内总统初选，到时阵也会有记者会进行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东京奥运女子无胜棍铜牌黄晓雯，伫咧3月底世界女子无胜棍锦标赛摕到金牌了后，决定先返来台湾参加全国大专校医运动会，因为这是伊伫复旦研究所的上尾一年，就无做异地训练。伊也伫咧下晡的金牌赛顺利帮助复旦摕到第8块的金牌。世锦赛夺金了后，头一摆转来比赛，黄晓雯参加全台湾公开女性组拳击第4量级。头一轮自动晋级的伊，第2轮对手第1回合就向面军来投降，决赛对上嘉义大学的陈金莲。黄晓雯比对手悬出至少1粒头，主动有效的攻击是真明显，更加侪摆甲对手逼到这围栏边啊。3回合以5比0胜利，帮助复旦完成8连霸。感触很深啊，因为毕竟辅大我是第1届创校队的学生，然后因为从第1届的时候只有我一个女生嘛，到今年第8届，我们女生今年有7个，几乎是所有量级都爆满了。看着他们就是跟着我一起在为学校这样奋斗，就是蛮感动的。其实黄晓雯伫世锦赛了后，正手骨头闭起，教练讲爱加详细顾好，佫袂使停止训练。全台湾就是演练战术，第1摆比57公斤级，伊无需要控制体重。所以有去2摆夜市啊，比这杭州亚运这1年外拢是以54公斤级为调整方向。有在慢慢适应54公斤这个量级的，不管是对手啊，或者是拳的速度跟体重控制，都慢慢在适应中了。因为最终目的是巴黎奥运的金牌了，那我们希望在亚运的部分先让他尝试一下54的整个身体状态。啊，那势必那个状态、那个时候的状况，假如为了这金牌着想，50也有可能啊。亚运进前外比亚洲大型比赛，黄晓雯会刷到欧洲训练。另外一位东俄国手陈念琴伫全台湾第7量级决赛代表清大登场，对手大体大的李敏因为目睭的伤势，所以讲放弃比赛。陈念琴得到金牌，对着亚运还佫剩4个月。陈念琴讲应该准备拢有准备，要以比赛代替训练，参加太空杯来试看卖。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本土语言文化最近几年有愈来愈侪人重视。新竹母语推广协会每个月第1个拜六，拢会举办来听母语讲故事的活动，
互大人通陪囡仔听故事、培养感情，嘛互囡仔通自细汉开始就接触武艺。我上介意阮阿爸啦，阮阿爸吼有够勇壮的哦，伊大声吼的时阵，有够缘投的呢。台语老师用活泼的方式讲故事，互大家听，每一个囡仔拢感觉真趣味。毋若听故事，佫会当学台语。我感觉听台语是一个感觉啦，就是伫咧有讲台语的环境内底，囡仔就去掠家己听有的安尼。全母语的方式跟他沟通，但是也一直迟迟没有开始，就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母语能力没有很好，主要是希望这里有一个环境可以让他觉得说，这说母语这件事情是很自然的这样子。对。新德市母语推广协会每个月头一个拜六，拢会到清华大学用台语讲故事，推广母语文化。算算的自开始到即马，已经小连续4档话，拢毋捌听过。这个过程中，阮会做伙唱歌，吼因嘛，我感觉因嘛足投入的，因嘛会开始甲我分享讲，伊转去有甲因阿公阿嬷会讲到阮上课的事类安尼。用母语讲遮趣味的话本甲故事，嘛是互囡仔心目中吼对母语的即个印象，嘛互伊知影讲，原来阁有遮侪人用即个母语咧生活啊，咧交朋友啊。嘛会使提升讲咱即个母语的平权。协会讲透过母语推广活动，互大人陪囡仔听故事，除了培养亲子之间的感情，嘛当互囡仔用母语生活，自细汉接触母语。记者刘君和新潮报道。科技发展速度真紧，进前 ChatGPT 有法度参人自然对话，引起大家对 AI 人工智慧的关注。Meta 开发出台语、英语的对译系统，也互各界留下真深的印象。台湾即阵有学者进前捌参与过 Meta 对译系统的计划，伊目前正咧做研究，按算以公视台语台的节目做训练资料。保定着伫未来电脑程式就有可能成做咱的台语老师。你好，食饱未？我是电脑程式，无需要进sit，多谢你的关心。电脑厅有记者用台语问的问题，通翻译做英语，也会使用台语回答。其实这是阳明交通大学廖元副教授用家己开发的华语台语对译系统，结合 ChatGPT， 互电脑也有能力参人用台语对话。你讲台语吼，先用阮的程式吼，先甲翻译成中文啦。中文才送去 ChatGPT， 你看到中文伊就晓印，但是伊定的就是中文。阮就搁甲翻译成台语，因为 ChatGPT 伊训练吼，就是实际去查资料安尼吼，尤其是为网络面顶去掠安尼。所以掠落来资料大部分其实拢英文啦，中文为主啦。台文的资料其实真少。目前要互电脑听有台语用台语对话，因为资料伤少，是目前主要的难关。不过廖元副表示，当咧透过教育部的计划，参公视台语台合作，按算以台语台的节目做资料，训练程式听有台语。未来电脑程式就有机会真侪人的台语老师传承台语。教台语的人吼较无够，学生家己要学就较歹啦。所以上好是用电脑来教，希望这资料就多较侪，伊可能就使伊那多好啊。计划按算伫4档内掠6000点钟台语台的节目，整理出3000点钟的台语资料库做训练。廖元副做台语程式开发高达5年左右，伊也捌提供资料予Meta制作台语、英语对译系统。伊认为，即马电脑技术发展有够分，阁有国家语言发展法这款政策支持，现主时是复振本土语言上好的时机。记者郭本林玉凯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天气向晴，头一个黄霜雨的方面是当咧接近台湾。估计礼拜到拜一的透早就会通过台湾。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1度到27度。中部地区23度到27度，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23度到33度。
高岛地区25度到29度。民间伫咧办婚丧喜庆的时阵，一定爱闹热办好大场，才算请赢。喜寿面上早是传教士引进的西方音乐，时代咧变迁，即马成做咱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伫咧彰化甲婚礼，互人号做喜寿面女子西乐队的故乡，带大家来看因的生活甲梦想。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的日梦》，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我嘛足希望讲吼，有机会的话吼，